大家好啊，我係吉吉，又就嚟過年啦。俗語話年萬千堆人有我有啊嘛，有冇去辦年貨行花市呢？年宵花市喺年24開鑼啦。除咗全港最大嘅維園花市以外，今年喺新界仲有9個年宵市場喎。各個年宵花市會開到2月17號年初1清晨，快啲去花市捧翻盆花，新年就花開富貴啦。跟住我哋嚟睇下2月上半月香港有咩事發生。找數啦！2月9號，黎智英2項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及1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判刑啦。其中法庭裁定黎智英係各項串謀嘅幕後主腦同推動者，干犯咗嚴重及重大犯罪行為，判囚20年，其中18年刑期要與佢現時服刑嘅欺詐案分期執行。有人計過數，佢最遲98歲都出得到嚟啦，咁吉吉祝佢長命100歲咯。判刑出嚟，唔少網民都話佢哋係罪有應得，判決大快人心啊！但係都有唔少網民質疑係咪判得太輕喎。例如佢話判刑有阻嚇力，但仍然不足，環顧全世界其他地方同類型案件嘅判決，黎智英獲刑太輕。比如喺美國，擁護美國嘅敵人並給予佢哋任何形式援助嘅叛國罪，最高係可以判處死刑噶。而呢位網友就話，千祈唔好忘記佢曾經囂張咁叫美國核武滅中，無視14億中國老百姓嘅性命，簡直殘暴至極，遺失人性。And you have the nuclear weapon, you can finish them in a minute. And you have the nuclear weapon, you can finish them in a minute. 黎智英罪行滔天，惡貫滿盈，被重判入獄20年，彰顯法治，伸張正義。黎智英長期利用《蘋果日報》荼毒市民，煽動仇恨，歪曲事實，蓄意製造社會對立，美化暴力，公然乞求外部勢力制裁中國、制裁香港特區，犧牲人民福祉，賣國禍港，損害國家同埋香港特區利益，罪證累累，罪有應得。黎智英是一系列重大反中亂港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其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事實清楚，罪證確鑿。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從事違法犯罪活動，並企圖逃脫法律制裁。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香港法治不容撼動，任何外國無權說三道四。其餘8名被告羅偉光、林文忠、馮偉光等3人被判囚10年，而其餘5人嘅刑期則在6年3個月至7年3個月。大家諗下，佢哋都係重犯，點解刑期差咁多嘅呢？跟住我哋嚟睇翻新界。2月5號晚放工時間，上水因為2宗輕微嘅交通意外導致大塞車啊！唔少居民都話等咗2個鐘先出得到去，甚至有人要喺公路落車徒步行翻屋企。而根據居民所講，原來上水大塞車都唔係第一次啦，平時只要繁忙時間都好容易塞車。呢位網友就話，粉嶺上水塞車係常規，雞嶺同大頭嶺2個迴旋處大繁忙，一有碰撞就全區塞死咗。而佢就話，塞起上嚟直頭似嘉禾個 logo。塞車嘅根源，當區區議員就歸咎係太多巴士同小巴停咗喺上水廣場一帶。而家繁忙時間有接近20條巴士線，加埋10幾條專線小巴途經或者以呢一度為總站。的士如果入唔到站，又會喺附近不斷兜圈，加劇擠塞。當車流倒灌到雞嶺同大頭嶺迴旋處，呢個上水去其他區嘅命脈，塞車情況就更加嚴重。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明就提議應該調整巴士走線並改善道路規劃。而家我哋咧上水廣場咧樓下咧其實有公共交通嘅總站喺度，係咪有咁多條線咧係作為一個總站咧係需要咧可能進行一啲嘅巴士同埋小巴嘅路線嘅重組。此外咧喺我哋嘅雞嶺迴旋處咧嘅繞道嘅顧問研究咧係早前當局係已經做咗㗎啦。咁但係咧仲未有工程時間表，所以未來咧希望咧促請當局能夠盡快可以提交個工程時間表同埋工程進度，以改善咧我哋新界北嘅公共交通嘅網絡嘅。跟住我哋嚟睇下一條新聞，全國兩會將於下月初審議國家15規劃綱要。
日前，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將親自率領專班對接15-5制定框架，香港將首次制定自身嘅5年規劃，就重點發展領域進行更細緻部署，期望能夠配合國家5年、10年甚至更長遠嘅規劃。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認為，香港嘅5年規劃係對港英時期遺留嘅積極不干預或小政府、大市場管治模式嘅改變，係香港治理模式嘅一大突破，亦係香港嘅行政主導原則與精神嘅跨越式體現。香港嘅5年規劃必須能夠密切對接同服務國家嘅5年規劃。而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環保從業員總會主席林曉輝表示，呢一舉措唔單止標誌住香港喺一國兩制實踐中邁出咗制度化對接國家戰略嘅關鍵一步，更展現咗特區政府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堅定決心與積極作為。再嚟睇一件好人好事，日前喺城巴 79X 路線往粉嶺皇后山村方向途中，因為車內有 BB 突發抽筋，車長臨時決定改道去那打素醫院。事後有乘客喺網上發文表揚司機，網友都大讚司機有愛同乘客包容，例如佢話好欣賞司機夠膽夠機智，更加有愛心。而呢位話更加感謝乘客包容，希望 BB 要平安。亦有網民擔心巴士公司會唔會秋後算賬懲罰司機，建議貼主去信城巴表揚司機。城巴回應感謝同車乘客嘅諒解。香港人雖然成日俾人話好 mean， 但其實都係好有愛心嘅，該出手時會出手。哇！呢度啲櫻花好靚啊，原來唔係喺日本，而係喺我哋新界啊。2月初，沙田石門景安街公園同赤鱲角機場櫻花園嘅櫻花都開花啦，一片花海吸引咗唔少遊客嚟打卡啊！最後一齊嚟欣賞下春日櫻花嘅美景啦！預祝大家新春快樂！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